讲到这礼拜就是母亲节啦，不过伫咧社会当中有真侪单亲的妈妈，或者是新住民妈妈，因生活压力真大，咱真好体会到的。今仔日就立法委员召开记者会，集合一寡有困境的妈妈，讲出因的心声，希望社会来重视因的需求。手抱囡仔，伊是今年24岁有4个囡仔的单亲妈妈李小姐。伊讲，每个月囡仔的用品、厝税等等开销，定互伊感觉压力真大。望政府提供较侪协助，互还未成年就有心的妈妈。未成年突然怀孕，真的不知道去寻求谁，就会觉得压力很大。阁有新住民小先生是有2个囡仔的单亲妈妈，伊想要申请低收入补助，想不到阁需要伫越南的爸母申请文件，互伊真烦恼。我爸妈他已经80几岁了，要到胡志明坐车大概2个半小时才到胡志明。大学社工会教授洪慧芬，伊也是特殊教育生的妈妈。伊拄过真侪特教生妈妈，因为家己的特教囡仔无法度融入校园生活，只好一定换学校。洪慧芬表示，原因定定是因为社会的无理解。当孩子没有办法好好适应学校的时候，这也逼得很多障碍生的妈妈，她必须要采取更密集的亲职策略来照顾跟教养小孩，这也连带影响他们的就业。所以，当我们这个社会在鼓励大家生育的时候，是不是可以看到已经勇敢生育的妈妈，她得到的支持还是远远不足？看见多重困境的妈妈经验。在社会当中，妈妈会拄到各种困境。范芬表示，现主时的社会救助法资格受过严格，致使侪人无法度得到来自这个法的帮助。政府相关部门已经承诺会大修法，也望透过让大众看到这寡妈妈的困境，修法进度会使加速。记者郭美婷随台北报道。